你俾呢嚿我。喂，新東佬正啊呢個，俾根碎哎肉我搭嚿有咩幫襯豬頭骨，轉頭嚟攞下。哦，得。哎，有我收錢先喎。老闆，俾生蠔炸菜我。不如等我自己揀。一樣啫，我揀同你揀會一樣嘅咩？嚿差唔多。喂，老闆啊，大新聞啊！咩大新聞啊？女飛俠重出江湖啊！係咪啊？而家電視都做緊啦。兇案現場嘅3名死者，其中1名姓李嘅男子係10大通緝犯嚟嘅，而姓鄭嘅女死者同埋姓趙嘅男死者都有多次嘅販毒記錄。黑玫瑰事後，我細個夠知黑玫瑰好勁啊！佢梗係巴閉啦，我哋當佢係神咁拜噶。呢3條友抵死㗎啦！警方現正懸紅50萬元，通緝女飛賊黑玫瑰歸案。如果有人發現女飛賊黑玫瑰嘅線索，哦，原來黑玫瑰中意食榨菜。